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金甲從財經，我係林祖。咁呢一集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戰爭同埋黃金嘅關係嘅。咁早前就有網友問我啦，如果歐洲爆發戰爭嘅話咧，對金價會產生咩影響？咁我覺得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因為過去呢3年咧又爆發咗俄烏戰爭啦。咁金價咧就由戰爭爆發初期嘅大約1900蚊美金咧，就升到而家超過3000蚊美金嘅。咁市場上就有好多個分析就認為咧，打仗咧就係利好金價啦。咁如果停戰咧就係不利金價啦。咁所以早前咧傳出咗呢個俄羅斯同烏克蘭即將舉行和談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個分析就話金價即將暴跌啦。究竟黃金同埋戰爭嘅關係係咪就係咁簡單呢？係咪打仗就係利好金價，停戰就係不利金價呢？我覺得呢個講法咧其實太過籠統同埋太過片面嘅。如果你跟住呢一個邏輯去買賣黃金嘅話咧，好容易踩坑嘅。咁或者我哋可以舉幾場戰爭嘅例子去講明呢件事啊。咁第一場戰爭我想講咧就係發生喺1980年至1988年嘅兩伊戰爭。咁兩伊一個咧就係伊拉克，一個就係伊朗啦。咁當時咧就因為邊境啊、宗教等等嘅問題咧，兩個國家咧就爆發咗戰爭。咁長達咧8年嘅。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咧就仲係讀緊小學嘅，經常咧都會喺新聞報道裏面咧睇到咧兩伊戰爭嘅消息。呢場戰爭發生咗呢8年，金價又點樣行咧？嗱，我哋可以睇翻喺1980年9月爆發戰爭嘅時候咧，金價大約就係650蚊到700蚊左右嘅每盎司。戰爭一路進行咧，其實金價冇乜點樣大升嘅，甚至係一路向下。去到1988年8月停戰嘅時候咧，金價只係得返430蚊嘅啫。咁從呢一場兩伊戰爭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打仗咧唔一定係有利金價嘅。第二場我想講嘅戰爭咧，就係越戰啦。大概就喺1950年代中就爆發咗嘅。咁轉捩點咧就係喺1964年咧，就係美國正式介入咗呢場越戰啦。咁當時嘅美國咧就大力咁樣支持咧呢個南越政府咧就對抗呢個北越嘅共產政權啦。呢場戰爭咧就一路打到1973年先至完結嘅。咁完結咗2年之後嘅1975年咧，南越政府咧就被呢個北越攻陷咗啦。嗱，呢一場越戰咧，其實係橫跨成個金本位解體呢個年代嘅。咁金本位解體就1971年啦，即係話1971年之前咧，美國咧基本上其實係冇一個金市嘅，因為黃金嘅價格係官方固定咗噶嘛，35蚊嘅美金對1盎司嘅黃金，咁所以喺美國佢哋係冇一個好似而家咁樣波動嘅金市嘅。但係我哋仍然可以從世界上其他嘅地方去睇到個黃金嘅走勢嘅。上一集我哋都講過啦，因為黃金個分佈係好廣泛嘅，世界上咧係有好多唔同嘅金市嘅。咁你美國嘅金市關閉咗啫，其他嘅國家嘅金市可能繼續運作噶嘛。咁我哋可以睇睇印度當年嘅金市點解去舉印度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印度人咧就非常之中意黃金嘅。印度嘅嗰個飾金嘅銷售咧喺世界上係數一數二嘅。1964年嘅時候咧，喺印度嘅金價大約就係63蚊嘅盧比嘅，去到65年咧就變咗71蚊盧比啦，一路延續到金本位解體之前啦，已經係升到咧係184蚊盧比啊，咁差唔多係升咗3618，升咗3倍。即係如果用今日嘅呢個金價嘅比例去睇嘅話咧，即係話1000蚊升到3000蚊，或者係3000蚊升到9000蚊，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嗰個升幅係幾犀利啊！如果跨越埋成個金本位解體嗰一年，去到1973年美國退出越戰，整整9年入面咧，金價係升咗由63蚊係升到係1973年嘅278蚊。咁頭先講嘅嗰兩場戰爭咧，就年期比較長啦。咁如果一啲短期嘅戰爭又點樣樣咧？嗱，我想講咧就係發生喺1973年10月份嘅贖罪日戰爭。
咁咧呢場戰爭咧就發生喺中東，就由呢個埃及、敍利亞同埋以色列係對決嘅。咁金價又點樣咧？我哋睇翻啦，就10月初爆發嘅時候咧，金價咧就係大概係98、97蚊，就升到咧就係105蚊。咁但係好快咧就掉頭回落啦。去到戰爭結束嘅時候咧，個金價係跌到得翻90蚊嘅啫。呢場戰爭亦都係對嗰個金價係冇乜刺激作用嘅。嗱，睇翻呢3場戰爭啦，從表面上咧，其實我哋唔係好睇到嗰個黃金同埋戰爭嘅關係咧，就等同於打仗咧就係有利金價啦，停戰咧就係不利金價啦。不過如果我哋深入啲咁去睇嘅話咧，其實我發現咧有一個邏輯嘅，就係如果嗰場戰爭咧嘅戰況咧係對歐美陣營係有利嘅話咧，金價咧就會下跌嘅。但係如果調翻轉頭咧係失利嘅話咧，咁金價就會咧上升啦。我哋睇翻兩伊戰爭啦，其實呢場戰爭咧，好似表面上咧就唔關呢個歐美陣營事嘅，但係我覺得其實對美國呢個國家嚟講咧，兩伊爆發戰爭咧喺當年嚟講咧，其實係有利於美國嘅，因為當年嘅伊朗咧就係一個好敵視美國嘅政權嚟嘅。咁喺1970年代尾嘅時候咧，伊朗咧就爆發咗伊斯蘭革命啦，咁啊推翻咗咧親美嘅一個巴列維王朝嘅。咁好多皇室嘅成員咧就逃命去咗美國啦。咁啊當時嘅伊朗咧就要求咧引渡呢啲咁嘅皇室咧就翻去伊朗受審嘅。咁美國當然拒絕咗佢啦。咁所以當年咧就發生咗一單好轟動全球嘅事件嘅，就係伊朗人質危機啦。就係一大堆嘅伊朗青年咧就衝入咗德黑蘭嘅美國領事館，就挾持咗大堆嘅領事館人員嘅。挾持事件咧持續咗好耐嘅。咁後尾就解決咗啦。咁但係咧就呢個伊朗咧同埋美國嗰種敵對關係咧就一路持續嘅，持續到今日都仲係嘅，仲未完結嘅。咁所以咧當時嘅兩伊戰爭咧，其實係對美國有利嘅，因為伊拉克其實牽制住咗伊朗嘅勢力發展嘅。當年兩伊戰爭嘅時候咧，其實美國咧係支持呢個伊拉克政權嘅，咁啊提供咗武器啦，同埋錢啦。咁令到呢場戰爭咧就係抗日持久，打咗足足8年咁耐嘅。咁所以成個形勢其實係對歐美控制中東咧係有利嘅。咁所以你可以睇到當時嘅金價咧其實係冇乜點升嘅。好啦，睇翻越戰啦。咁呢一場戰爭咧好明顯就係美國嘅一次失敗嚟嘅。咁因為咧美國喺1973年退出咗呢個越戰之後咧，個南越政權咧喺2年之後咧就被呢個北越政權咧就攻陷咗啦。另外咧，美國喺呢場戰爭入面咧都係損失慘重嘅，超過5萬名嘅美軍喺越南陣亡嘅。另外失蹤嘅亦都有好多，到而家好多都仲未揾翻嘅。咁有一篇文章咧，我覺得幾值得睇嘅，就係2023年咧英國嘅 BBC 咧就寫咗一篇就回顧越戰50週年，就列舉咗美國7大失敗嘅原因嘅。咁其中BBC 有提到啦，喺2008年嘅時候，美國國會咧就有一份報告就講到咧，美國喺越戰嘅使費咧高達6860億嘅，咁啊令到當年嘅美國咧嘅嗰個赤字係非常之高啦，亦都係引發咗美元危機嘅。咁另外 BBC 都提到啦，喺當年美國失敗嘅其中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美國當年咧嗰個電視嘅普及率咧已經係好高啦，超過93%嘅家庭咧已經係有電視機㗎啦。咁佢哋通過呢個電視咧可以睇到越戰嘅可怕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係國內嘅反戰情緒係高漲嘅。咁冇辦法，最後美國政府咧因為嗰個民意嘅壓力咧，所以最後就要退出越戰啦。咁呢啲咧都係越戰美國失敗嘅原因嚟嘅。從 BBC 嘅呢一篇嘅文章，我哋可以睇到啦，其實已經係將越戰咧定性為美國一次軍事上同埋外交上嘅失敗嚟嘅。所以咧，我哋從美國介入越戰呢段時間，我哋可以睇到個金價嘅升幅咧係非常之驚人嘅。好啦，我哋再睇下贖罪日戰爭啦。贖罪日戰爭就係一場好短嘅戰事嚟嘅，但係我哋從呢場戰爭都可以睇到咧，同黃金有一種微妙嘅關係嘅。咁喺戰事爆發嘅初期咧，金價咧就係上升嘅，因為當年嘅以色列咧就係被呢個埃及啦同埋敍利亞咧兩邊夾攻啊，打到措手不及啊，好多個防線都係崩潰咗嘅。以色列嘅政權咧亦都係岌岌可危嘅。
以色列咧就係美國一個支持嘅政權嚟嘅，直至今日都係啊。所以當呢個以色列係處於下風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睇到個金價就上升啦。咁但係冇幾耐咧，美國咧就喺金錢上、喺武器上咧就大力咁樣支持以色列啦。咁喺美國大力支持之下咧，以色列咧就進行咗反攻啊，一路打到咧離開埃及首都開羅只有100幾公里嘅啫。咁啊，成個形勢就逆轉咗啦。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呢個金價咧後期咧又跌翻啦，因為個形勢對美國對以色列呢一邊有利啦嘛。嗱，從呢3場戰爭期間嘅金價走勢，我哋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當戰事咧係對呢個歐美嗰邊係有利嘅話咧，金價就會下跌嘅。咁如果係不利嘅話咧，金價就會上升啦。點解會有呢種關係咧？嗱，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戰爭所反映嘅其實係一個國家嘅綜合實力，包括埋佢嘅生產力啦、佢嘅經濟啦、佢嘅武器啦，呢一啲咁嘅嘢咧，亦都係反映咗呢一個國家對世界、對地球資源嘅控制嘅。即係例如，如果美國可以控制到中東嘅，其實佢咪即係可以控制到中東嘅石油咯。美國所發行嘅美元咧，其實咪即係可以退換到呢啲地區所生產出嚟嘅商品咯。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貨幣理論嚟㗎。所謂貨幣其實係由2個部分組成嘅，一個就係幣，一個就係貨。一個國家所發行嘅幣，如果佢係退換唔到足夠嘅商品，即係貨啦，咁佢嘅價值其實就會下跌㗎啦。如果佢能夠退換到越多嘅商品，佢嘅價值其實咪就越高咯。所以點解當美國或者係歐洲喺世界上一啲戰事失利嘅時候，其他地區嘅人一樣都會去搶購黃金？就係因為呢啲歐美國家佢哋發行個貨幣喺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都係佔住全球主要嘅交易貨幣嘅，包括英鎊啊、法郎啊、美元啊，甚至而家嘅歐羅啊等等。咁所以咧，當呢啲國家喺戰場上失利嘅時候咧，咁世人好容易就產生個擔憂啦。究竟佢哋發行嘅貨幣能唔能夠退換到足夠嘅商品同埋資源咧？當呢一種擔憂出現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喺世界範圍之內咧，就形成咗黃金嘅搶購潮嘅。因為黃金嘅嗰種貨幣性咧，其實喺世人嘅心目中咧，已經係植根咗好多年㗎啦。啊，幾千年嚟，我哋都人類咧都係利用黃金嚟作為貨幣嘅。就算而家興呢個數字貨幣啦、加密貨幣啦，咁但係你留意到咧，當佢哋去宣傳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將虛擬嘅幣咧就形象化嘅。咁形象化佢都係整成一個金色嘅幣咁樣樣嘅。當我哋理解咗戰爭同埋黃金呢種關係之後咧，我哋再睇翻而家發生緊俄烏戰爭啦。咁呢場戰爭究竟係對歐美陣營係有利啊，定係不利咧？如果我哋可以分析到嘅，我哋大概都可以預測到嚟緊嗰個黃金嗰個走勢係會點樣樣嘅。我追蹤咗俄烏戰爭呢一段時間咧，由戰爭爆發冇幾耐咧，我已經整咗一個欄目咧，就專門去分析俄烏戰爭噶啦。咁我第一篇都講咗咧，就係俄烏戰爭將會有一場持久戰。咁亦都事實亦都證明啊，打咗3年啊，都仲未打完。咁我睇咗咁耐咧，我嘅結論咧就係俄烏戰爭咧就係一場不利於歐美陣營嘅戰爭嚟嘅。即係有人聽到可能會質疑啦，唔係喎，我日日都喺啲平台啊、網絡啊見到烏克蘭好勁喎，但係一個咧好重要嘅現實就係烏克蘭嘅好多個土地係俾俄羅斯佔領咗啊嘛。咁就算西方咁多國家去支援烏克蘭，其實到而家呢啲咁嘅土地都係攞唔翻㗎。土地下面就係資源啊嘛，包括咗烏克蘭嘅糧食啦，包括咗烏克蘭嘅礦產啦。咁所以點解特朗普要咁急又要同烏克蘭簽訂一個礦產協議咧？但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咧，都係要靠住戰場上嘅勝利先至得嘅。啊，如果你話簽咗個礦產協議，但係大部分嘅有礦產嘅地方都係俾俄羅斯控制嘅，你點樣開採咧？打仗又點樣開採咧？所以最終都係要依靠住咧嗰個戰場上嘅勝利咧，你先至可以係控制到烏克蘭嘅呢啲資源，你先至可以令到
令到世人相信你發行嘅貨幣、你嘅美元、你嘅歐羅、你嘅英鎊係可以退換到烏克蘭嘅呢一啲礦產、呢一啲咁嘅資源咯。從呢一個角度嚟睇嘅話咧，其實咧而家呢個形勢係對歐美係不利嘅。再另外一個發展咧，就係戰場上面咧，其實好多歐美嘅武器神話都幻滅咗嘅。大家仲記唔記得喺戰爭初期咧？呢個烏克蘭就用咗呢個美國嘅海馬斯打到俄羅斯咧，就係即係節節敗退啦。但係冇幾耐之後咧，俄羅斯又適應咗呢種打法啦。跟住輪到有德國嘅豹二坦克啦，到早幾排又有呢個英國嘅風暴之影導彈啦。咁但係咁多歐美嘅先進武器，到而家其實都係冇辦法改變到俄羅斯佔領烏克蘭好大片土地呢一個事實咯。從呢一集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其實戰爭同埋黃金嘅嗰種關係咧，其實係好複雜嘅，唔可以簡單咁樣講啊。打仗咧就係有利黃金啦，然後咧停戰咧就係不利金價啦。因為我哋仲要睇下呢一場戰爭有冇歐美嘅介入，歐美有冇參與？呢場戰爭嘅戰況對歐美係有利啊，定係不利？因為呢樣嘢係牽涉到歐美呢個陣營，佢哋能唔能夠控制到世界嘅資源？咁所以咧，唔好一聽到啊俄烏要談判啊，咁啊就認定金價一定會下跌嘅，唔一定嘅。就算係停戰，都要睇下佢點樣停嘅。如果停戰係通過歐美嘅國家對一啲地方失去咗大量資源嘅控制嘅話咧，都係唔會影響黃金嘅升勢嘅。黃金都係繼續會升上去嘅。咁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啦，下次再同你分享更多其他嘅內容啦。